我會用越嚟越放鬆的方法去處理每一件工作，做任何事情又快又準確，而且我的記性越嚟越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身體越嚟越健康，每天都順利完成所有工作。我會用越嚟越放鬆的方法去處理每一件工作，做任何事情又快又準確，而且我的記性越嚟越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身體越嚟越健康，每天都順利完成所有工作。我會用越嚟越放鬆的方法去處理每一件工作，做任何事情又快又準確，而且我的記性越嚟越好。最重要的是，我的身體越嚟越健康，每天都順利完成所有工作。